高雄寿山动物园开创小动物园新的生活，是结合着 AI 科技，伫咧园区内底打造4种互动游戏，大家会当组团对战弄关，而且会当透过 AR 实景体验，用无同款的角度来认识园区也有动物。到了，看牙齿都要看牙医。哎呀，不是啦，这个啊就是猕猴在紧张、害怕的意思哦。 透过剧团趣味的演出，甲大家了解上新的小动物园生活。恒丰甲科技公司合作，用5G 专网结合 AI 科技，打造4项会当实际互动体验的游戏。透过游戏，国民将认捌动物，了解寿山。其中这项真人组队对战的生活，上届6个游客分组2队，伫园区进行任务挑战。这嘛是第一摆有国内动物园安尼做。前面的2个章节是解密，就是你要透过。游戏的内容去了解可能现在台湾猕猴所遇到的一些环境的问题或生态的问题，然后去解密。那也一方面会了解我们整个园区的地图。都透过在家长的带领下，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我们的3C 手机，我们既有的产品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方式来把我们动物园想要传达的资讯，利用我们这些资讯设备或载具，可以来传达出去。 然后真人对战的生活，还有利用 AI 技术，让游客透过软体甲动物的相片传起来，由 AI 保育员甲游客了解动物。另外，还有 AR 实景的体验，带大家认捌寿山的环境甲园区的动物。副市长林庆言讲，将这个技术对室内电视刷到户外，透过5G 专网的技术，这新的生活会当更加符合未来时代变化甲需求。就它的载具就是你要带一个手机就是了，你载具要下载嘛哈，那么它有这个飞航，那它有些。 直接连接到 AI 的这个 ChatGPT 的应用，所以都是非常时髦的。恒丰表示 ，AI 科技是未来主流，运用在园区观光，因希望透过多元的方式，会当让大家更加认捌到寿山的生态，进一步来保护咱的环境。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永昌报道。